十字星嘅應聲彈出㗎，內檔隻劇唱一姐都唔失禮，即刻出咗嚟先。咁啊，中間咧幻夢日上都幾前喎，跟埋出嚟就熱刺驕陽嘅。然之後啦，中間有灰馬嘅高華勝雪啦，喺內檔嗰邊咧，姚木帝都搶翻上嚟前邊啊，樣樣合格就全藍衫都上咗嚟前邊嘅。咁外檔嗰邊啊就南家明城嘅埋緊嚟㗎，尤力萬里大概喺中游位置，前面搶嚟出放咧，熱刺驕陽暫時帶出咗多少嘅，守住第位係北十字星埋咗嚟二碟控制得唔錯，喺第3位上到嚟就走3碟啊，南家遠飛標槍啦，然之後同公之廟咧褪咗去後邊嗰沓啊，再後啲咧先見到就高華勝雪啦，同埋咧領風村撞嘅，咁內檔帝國夢就上咗啲，掟咗出外檔咧就基爽朗啊，包緊尾咧仲係呢英魚線嘅，頭尾馬距離就唔算好遠嘅啫，10個馬位內嘅咋，嚟到價值路段咁滯㗎啦，咁仲有1000米到就翻到終點啊，嘉明城守喺第3啦，劇象一隻哇牙出嚟二碟嘅第4位啦，都驚暈㗎，再跟住嘅馬啦健身心啦得令星啦，咁內檔遠飛標槍見到艾少禮網浪啊，掟出外檔嘅馬咧，仲有咧就樣樣合格啦，包緊尾咧仲係英魚線嘅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邊咧暫時咧劇唱一隻哇少少優勢咯，呢度已經帶出嚟啲㗎啦喎，咁內檔上咗嚟咧就帝國夢嘅，中間上緊嚟嘅馬遠飛標槍啦，然之後出邊咧幻夢日上啊，同埋咧仲有咧出邊咧遊力萬里啦，中間有同工之妙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前面咧劇唱一隻帶出嚟少少嘅，一路逼住佢係得令星，後邊上嚟咧仲有遠飛標槍，咁啊前面得令星咧就對照劇唱一隻，兩匹馬好近啊，得令星定劇唱一隻咧1、2名好近，得令星結果係贏嗰匹啊，劇唱一隻第2，同工之妙睇嚟上嚟攞咗個第3㗎，因為後上攞咗個第3㗎。好啦，得令星，哇，犀利喎！